神看的是我们的用心，不是看我们结果是如何。因为神知道我们的心，因为人是看外表，神是看人的内心。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看一个，也是一个神的，在一个人有限的人的身上，却成就了大事情。只要你愿意献上，纵使你觉得好小好小，在诗班里我怎么小小的声音而已，神都听见了。纵使你有不知道该怎么唱的时候，神也听见。神看重我们愿意献上完全的用心。我们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我们来看今天第1节到第15节。约翰福音第6章第1节到第15节，或者是我们可以我们一起来看。好，需要有圣经的，请举手。好，请下次可以自己带圣经来，带自己的会更好哈。好，这样你可以做笔记呀，你可以在上面可以画好，哪些是你觉得是重点的。好，我们传到这边来读这是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，就是提比利亚海。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，就跟随他。耶稣上了山，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。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。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，就对腓利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利，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。腓利回答说：“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，也是不够的。”有一个门徒，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，对耶稣说：“在这里有一个孩童，带着5个大麦饼、2条鱼，只是分给这许多人，还算什么呢？”耶稣说：“你们叫众人坐下。”原来那地方的草多，众人就坐下，数目约有5000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就分给那些坐着的人。分鱼也是这样，都随着他们所要的。他们吃饱了，耶稣对门徒说：“把剩下的零碎收起来，免得有糟蹋的。”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，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，收起来，装满了20个篮子。众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，就说：“这真是那要到世间来的先知。”好，第15节是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好，请。耶稣一知道众人要来强迫他做，就又退到山上去了。好，来，今天这一段经文，如果你在教会很久，你大概都会听到这个，因为这段经文在4个福音书，就是在新约的前4卷书里面都有记载在这个神迹奇事。这件事情发生怎样？有许多的人怎样？地点是他们要看见耶稣行神迹，在很多人的病人的身上得到医治，于是他们就跟随他们，跟随这些门徒跟耶稣到山上，跟门徒一起坐在那里。很多基督徒都读到下面让人很兴奋的事情，什么事？因为天色渐暗，然后耶稣举目看很多人来，就对腓利说：“我们要从哪里买饼给这么多人吃啊？这么多人有几千，有多少人？”是后来数一数才知道有多少，而且在他们犹太的民族里面数一数，
这里说有几千人，5000人，他们只属什么？男人，也就是很不公平的，小孩跟女人都不算人。也就是说，那一天的饼更多。可是这些饼哪里来的？居然是从哪里来的？哎呀，从一个孩童，他带几个鱼几个饼？5饼2鱼，最后变成多少？5000个男人跟不知道多少的女人跟小孩吃饱，而且个 QQ， 还有什么剩哎？剩多少？12篮。哇，这5饼2鱼真的是怎样？今天的题目叫什么？不起眼的大机会。这个孩子他绝对不会晓得怎样，他所带来的5饼2鱼可以变成这么大的5项，居然让这么多人来吃饱。如果我们到教会，一定会听到这个不起眼的大机会的福音、大好消息。当然，有一个在美国，这是真人真事，有一个叫做鲍勃跟道格，这2个人呢，本来不相知，但是因为呢，这个鲍勃呢，他刚刚到教会，就像今天有一些人是刚刚到教会的，我们等一下会介绍。他们也是到教会听到一个福音，叫做5饼2鱼，让5000个男人吃饱。这个我也要我要这个大机会。而且他在最后还听到一个说：“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必成就。”哎呀，好大的口气啊！这个一定是很神奇。可是他心中这个鲍勃是一个保险公司，他很会算。他会算什么风险？这套可怜，在他的大脑里，怎么可能5饼2鱼可以变这么多人？你知道吗？如果算现在的钱20两银子的饼，大概几个月薪水？8个月，一个人8个月的薪水。要这么多人，20两，这经文6章第7节这边讲，就是20两的饼呢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点，都不够啊！8个月，一个人8个月的薪水都不够，给这么多人吃饱，居然5个饼2条鱼就饱了。这个我也要，而且圣经有讲，钢筋呢？你们若奉我的名求什，我就必成就吗？钢筋呢？这个鲍勃就问：是真的吗？这个道格其实原来跟他不是很熟，但是他听到这个，他就马上抓住这个不起眼的大机会来了。他说：这样好不好？我们2个来赌一下。基督徒不是不应该赌吗？但是他就真的，事情是发生这样。传道跟你们讲，真的不要赌。但是这个事情是真的啊。他说：这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刚刚到教会，你一定也能够抓住这样的应许。你一定会成就，这样好不好？半年内你每天祷告，就像我们今年说在训练祷告一样，你每天为一件事情祷告，如果成就了，发生的哇，真的很奇妙的事，你给500。但如果万一你白祷告，什么都没有发生，连一个什么都没有，那么我给你500。这样懂吗？这样了解意思吗？好不好？不起眼的大机会，我们刚刚有算的了哈，500块美金折合台币多少？15000哪里啊？大概15000台币这样子哈。好啊，好玩嘛哈！我就不相信，我这个大头奶，我这精算师，每一天祷告就有用吗？真的，他说，但是但输，如果你有一天没有祷告，你就输了哦，你就要给我500美金。好。一排，好，开始，开始，鲍勃他就开始，他就说，你还没说，你要先讲好是什么事，你没有讲好的，到时候你那个反悔，好，那你要为什么祷告？为非洲好了，他随便想，非洲怎么可能？他就心里就想要赚那个那为非洲不行，太大了，你要小一点，有什么事情？非洲什么事？他
心里就不怀好意，对不对？我从来没去过非洲，而且我也好怎样，随便一点，从来没去过、没有想过的地方。那个地方叫什么？肯亚，你们听过吗？哎呦，你们还比他有知识哎！他就说，肯亚，故意的哈，想赚到500。肯亚，他说好。他说，你有认识肯亚的人？没有，不认识。但是你自己说的啊，万一我祷告半年没有发生任何有跟肯亚的事情，你就要输我，你就要给我$500。他说好，就这样决定。好，他们做了约定以后，他真的每天祷告，1天2天，3天5天，3个礼拜，5个礼拜，好，都没有关任何肯亚的事情，甚至连听都没听到。报告新闻只要一转到国际新闻，看到非洲2个字而已，他马上转台，最好不要出现。就在几个礼拜，5个月的时候，5个月几个礼拜，20周左右。有一天晚上，他去一个商业的这个慈善机构，大家就在讲你在做什么事。这一桌有一个很有智慧的女人，她开始分享。我在肯亚工作，他一听肯亚2个字，而且脑筋浮现什么？一只鸟有翅膀，然后写着什么$500。但是他心中很大的激动，不得不问下去。于是他问了下去：请问你在肯亚做什么？狠下心了，试试看，这位神到底真还假的？$500美元，我输了起，问问看。于是他就问了，他说我在那边做了一个最大的孤儿院。他听了越听越有这样，内心开始激动起来。他说，这样好不好？我邀请你到非洲去走一趟，肯亚去走一趟。我去了，我稳输了，但是他心中怎样？开始觉得说，如果圣经说的，耶稣说你们奉我的名求什么，我就必成就。那么我一定要，我$500的美金，我宁愿怎样输。于是他就去看有什么事，而且他持续祷告。他去到非洲，又真的去到肯亚这个女士她所经营肯亚最大的孤儿院，他进去看，心中非常激动，因为真的很。跟美国真的不能比，而且他那里的那个医疗非常的落后，他还带他们去医疗的这个医院里面，简直根本没什么器具。后来他回到美国以后，他就发现医院有一些放在旁边的那个医疗器具都没有用，因为已经不合用了，但是还可以用。于是他就兴起跟这些医院就说：你们这些愿不愿意送给这个非洲肯亚？说好啊。愿意啊，于是他就跟着这一些一起送到非洲去。当他送去的时候，哇，这一些好多的医院都非常感谢他们。于是他回来以后，有一天，他就接到一个电话，居然是他们希望他再去，因为总统要接见他，他再去第2次。几次去的时候，总统这一次用那个什么大的礼车接他，然后总统在旁边说：“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事情，因为医疗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。”小小的，居然现在成就这么大的事，你以为只有这样吗？不，还持续在扩大。怎么扩大呢？这个总统就很豪迈的跟他讲：“你看，这就是我们的大土地。”我们大建筑，他一看这个建筑，请问这建筑里面住什么人？他说这是我们最引以为傲的监狱，监狱上面都引以为傲里面都关什么人？都关什么人？当然是犯人啊，不会关你跟我啊。怎样的犯人？政治犯。政治犯，你们知道意思？就政治跟你意见不一样的，就把他抓起来，就像我们以前有228的事件一样。于是
他就说：“哦，郑智焕哦，那么这个不符合人群，关这样不好哦。”他就讲这样而已哦，关这样不好，跟我们意见就不一样，就关不好，没有再多说什么，他就回来了。有一天，电话又响了，谁的电话响？这一次是美国的国务卿办公室打电话来，各发生什么代志？说总统要跟你讲话，说你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，因为那个肯亚把所有的那个政治犯都放走了。他们说是因为美国有一个亲善大使跟他们总统讲，安内不好，就放。你以为就这样吗？不止，还有更大的。这个总统后来他在就是要内阁改制的时候，他居然邀请了谁？这个Bob当他的什么内阁哈，就是什么？就是他重要的官员。亲爱的大家，很小不起眼的什么祷告，居然成就这么大的事情。无柄鳄鱼，这个经文让我们怎样？很熟到基督徒都很棒啦。今天来的，今天可能第一次听，但是传道要跟你讲，可以让这么小不起眼，它却是能够成就大的机会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但是你会疑惑，不起眼，那我怎么发现？你莫嘎嘎之类。既然不起眼，当然是我看不上眼啊，是不是？啊，如果我能够看上眼，就不叫做不起眼了吧？那怎么样可以让我注意到说，这个要努力？可不可以告诉我？可以。刚刚我们讲，祷告可以帮助我们怎样？帮助我们本来是瞎的，真的。怎么样瞎？我们最近都在讲这个祷告，除了神听我们的这个祈求之外，神也不会怎样给小孩子枪吧？不会，也不会给小孩子火。但是我们透过祷告，神可以让我们看见什么是不起眼的，让我们知道有毅力，好好的努力，让我们知道一直往前，一直往前。你尽管努力一点点，你尽管刚刚站在这里好好的献诗，我们等一下会说到不起眼，那你怎么发现这个不起眼的它有什么特征？有，不用放大镜，我们透过祷告，神就要告诉我们什么？别人知道，我自己不知道。神就要告诉我们怎样？我们自己不知道，别人也不知道。就像刚才那个例子，爸爸他怎样？他自己不知道这位神，但是别人知道。这一位怎样？这位带领他的道格，他知道他需要适合用这个赌，这不是赌博，这个跟他用这个要怎么讲比较好听啊？就是如何让他能够愿意去努力的，就跟他讲做这样子的约定。神要透过祷告来扩展我们怎样盲目的我，跟扩展我们潜在的我。怎么说呢？首先，我们就要看到这个不起眼，第一个特征是什么？遇见主。你说，传道，你是说遇见主还是遇见鬼？传道要说遇见主。怎么样让你觉得是遇见主呢？在今天这个经文里面，如果一般人讲无柄鳄鱼，大部分都会讲那个孩子，对不对？我们再回忆一下，一群人跟着耶稣要看神迹奇事，然后天就黑了，天就黑，大家都肚子饿了，耶稣就怎样体贴每个人的需要，然后他就叫一个人，那个人讲，你可能都还不记得他名字，他叫什么？非常费力，那个叫什么？菲力。阿妹记得阿妹，以后就要记得他。今天我们就要讲他的怎么样子从盲目的我发现未知的我在开发。
他从非常费力变成怎样？非常有说服力，一样是费力，但是一个是非常费力，一个是非常有说服力。怎么样子？他从圣经中有4处记载他。我们今天从这个经文这么有名、这么普遍、无柄鳄鱼，我们却看到最不起眼的谁？腓利。我们看看腓利在这里只说了什么？只说了什么话？我们一起来说。来，耶稣对腓利说：“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？”腓利回答什么？就是20两银子的饼，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不够的啦。这腓利像不像刚才那个精算师啊？从我们的脑算一算怎么搞啦？这个人他怎么被开展出他自己都不知道的自己？他怎么样被开展呢？我们就先要重新从哪里看起？从腓利他怎么跟耶稣第一次见面？好，他从怎么样跟耶稣第一次见面呢？有一天，在约翰福音，我们刚刚是看第几章？我看一下，你们还在吗？刚刚是看第几章？第6章。现在看第几章？第1章43到44。这是非常费力的腓利第一次遇到耶稣。过了一天，耶稣决定到加利利省去。他遇见了腓利，对他说：“来，跟从我。”腓利是伯赛大的人，跟安德烈跟彼得是同乡。第一次他遇到这样子用精算师，第一次遇到耶稣，只听到说：“来跟随我。”这样你单单就跟随啊？他也莫名其妙，因为我们从后来等一下我们会看到，腓利是一个脑筋清楚，他一定要算一算有多少风险，就像我们刚才那一个保险的这个高阶主管一样，他是需要算一算有多少风险，我需要多少保险的人。但是耶稣怎样？自己来找他，然后他就愿意跟，真的是遇见了神，就跟了耶。他也觉得自己很奇怪，你有没有这个经验？不知道为什么你来到了教会，就是有一股莫名的激动，甚至有一股莫名的暖流。传道有一个很好的朋友，他在核能发电厂当工程师，他圣经研究了很久，但他就是不相信。有多少人为他祷告，他就是不相信。几章几节圣经有多少卷，他都知道，但他就不相信。直到有一天，他进入到教会，只唱歌，只唱诗歌。神啊，你真伟大！他居然一直哭，他想要塞住都不行。你有没有那个经验？他一直流，很想着这样，没办法就一直流。他觉得他的形象都没有，他是一个工程师，他是一个做核能的工程师。那一天他遇见神，所以如果什么是不起眼的大机会来，当你的心不自主的，如果按照我的本性，我不是这种人，怎么可能叫我走就跟着他走呢？不计算任何代价就跟人家走了。是，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觉得说我为什么会这样，那么你就要知道那个机会来了，那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。另外，我们看到腓利在什么时候他又怎样，又有了一个大机会来呢？他刚才是一个跟随主的人，而且他怎样？他是非常细心，他知道耶稣是从哪里来的。那我们再继续看，在第1章刚刚我们看前面，对不对？43、44过来呢，腓利呢就找了拿但业，对他说：“摩西在法律书上所写和先知们所记的那一位，我们已经遇见了，他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。”
这个腓力非常费力耶，还没有信主，还没有遇见神之前，移动调查，身家都调查过了。但是等到那神圣的一刻，他不得不，你看他都调查清楚了，他比谁都清楚，他不是很笼统的跟了没有，他在之前跟刚才那个核能发电厂的工程师一样，他都懂了。而这个拿但业，他说什么？他很清楚，拿但业会出什么好的呢？当你遇到你的同学，你遇到那个神啊，有什么好的啦？就是这个味道。那烧了会出什么好的？你们讲讲看嘛。腓力说什么？他没有非常费力了，这一次他非常怎样？有说服力的说：“你来看了灾啊，亲爱的大家，说破嘴都没有用，真的，你请人来看就知道。今天这个腓力已经改变不一样了，他不再只是怎样会精算而已，他更多的是什么？他更多的是去经验，去遇见以后，他全心全意，他怎样把耶稣介绍出去。好，然后还有一个试验来了。”所以，等你的人生中第一个遇见神的时候，是不起眼的大机会。另外一个试验来的时候，在今天的经文里面，就在讲到6章的第5节到第7节，耶稣抬头看见一大群人到他面前来，就对腓力说：“我们到哪里去买食物，好让这么多人吃饱？”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，因为神他自己，耶稣已经知道要怎么做。腓力那时候，当他试验到的时候，又回到怎样？又回到他的老我，又回到怎样？他很会算的头脑，他忘记他已经跟耶稣，前面刚刚经文第1节、第2节说什么？耶稣行了很多神迹奇事，医治很多人，你主那龙啊啦，后面在信仰历程中，你或许真的有时候常常会忘记，就像你看试验又来了。腓力又算一算，就是花200银子去买饼也不够一个人吃一小口，又回到老我，又回到原来的我很会算的我。不，我们要看到试验来的时候，跨出去，放胆跨出去，好不好？神的祝福就到。怎么样放胆跨出去？在在7月底，我们花莲有个教会，他们会来我们教会来募款。他们教会发生一件事情，跟无病恶意很像。在去年的农历过年的时候，有的人在第一场，在礼拜天的有听我讲的这个见证。他们在农历过年前最后一天除夕夜，除夕的中午，有人来敲牧师的门，跟牧师讲说，我们有2箱的鱼，如果不处理掉，过完年回来1个礼拜以后就会坏掉。那个说牧师，你可不可以送给那些比较中低收入的常常在教会的？说好啊，他就把两条鱼的包一包，然后他就赶快，因为不赶快送不行，就赶快趁着那个除夕的下午，就请长子请赶快去送，开始去送。很多中低收入收到2条鱼，心里非常的感动，又心赶快吃。你有鱼吗？有一户人家，他也是中低收入，收到2条鱼，心中想，我虽然还没有全家信主，可是那个牧师对我很好，他教我要分享。在挣扎当中，好吧，他拿其中1条，包一包，送给隔壁。隔壁收到说很高兴，这是我们那个教会送我2条，然后我送你1条。好，过完年以后，又有人来敲牧师的门，原来是怎样收掉那1条鱼的人来了。说牧师，我跟你讲，在除夕夜那一天，就是我要煮晚餐的时候收到1条鱼，这1条鱼是你送给谁2条鱼，然后呢，他又送我其中1条鱼，我也要谢谢你，这个叫做礼尚往来。所以牧师，这是我一点心意。他用一个什么袋子装？一个那个花莲那个人家买那个名产的一个随便的纸袋，里面有用那个皱皱的报纸包，这大概是他自己种的什么东西。谢谢你，谢谢你。
后牧师就打开，里面不是吃的，但里面可以买吃的，那是什么？钱。多少？那个纸钱。牧师，我知道你们在建堂，因为那个教会，所以他要来我们教会募款。按我没有什么，我只有钱，口气要大。算一算，多少？啊？哇塞，几十万哦，不是几十块哦，一条鱼几十万，记得吗？完全的数字，这就是5饼2鱼，不起眼的机会，愿意分享，试验到。第一个，我们看遇见神，还有呢，试验到，你不要觉得难过，被人家羞辱，你不要觉得难过，神要加倍替代，羞辱越大，神的祝福替代越大，服侍到就蒙福。我们怎么样来服侍？神透过我们的小小的服侍，神也要来祝福我们。神会透过这样，在节期中，在耶路撒冷的礼拜当中，有一些希腊人来到加利利伯赛大、腓利，要求说：“先生，我们想见耶稣啊！”哎，这样就奇怪，不会直接去见耶稣，还要找谁去？腓利，可见腓利的人缘怎样？超好的。所以，亲爱大家，人家可能看不到耶稣长什么样子，但是人可以从我们身上看见怎样？耶稣所爱的儿女们是长什么样子？哎，腓利怎样？就去找谁？安德烈2个人一起去告诉耶稣，找人一起去服侍，好不好？接下来我们就有营会哦，我们找人一起来服侍，好不好？下个礼拜 Advent Taiwan ABC， 他们可能不太懂中文，他们礼拜天晚上就要来，将近120个。我们好不好？他们在美国都是吃香喝辣，不是？他们都是住很好就对了哈。你知道吗？他们来到我们这里，你坐的这个地方要住几个人？你知道吗？这一层楼跟下一层楼，因为他们男生女生要分开，总共要住120个。去年他住180个人。哎，那个可能要叠第一层跟第二层，要架高，所以我们要一起来服侍哈。他们愿意出钱，哎，他们自己出钱来的哎。他们来服侍我们，他们是要下到乡下去教人家 ABC， 服侍到神祝福真的就到。我们好不好？2个人，等一下就报名。我们明天下午我们就来服侍，还有在下个礼拜，第2个礼拜我们自己有夏令营，我们有将近这个国小，因为桃园国小他们不能，他们在修理，所以今年我们就在我们教会办。多少人啊？学生据说是149，再加上我们自己同工有60个跟志工，所以我们有200个人会在这栋大楼。所以我们一起来服侍，好不好？不论你几年级，真的，你也可以来帮忙煮饭，你也可以帮忙来打扫，你也可以帮忙来 say hello。譬如说帮传道这个翻译啊，哈，传道那个英文是有够好的哈，啊都会听错了哈。好，所以他去，而且他还怎样服侍到，他就怎样带人去见耶稣。你看他的个性就不一样。好，他先去找他的哥哥，哈，对他们说：“我们已经遇见弥赛亚。”好，弥赛亚是基督，是谁的哥哥啊？不是腓利哦。腓利怎么介绍耶稣？我们刚刚前面有讲。他还讲他是哪里的人，对不对？还是摩西所介绍的，对不对？这个是谁？安德烈。他介绍耶稣模模糊糊的，但是他其实有抓到重点了。他讲到这是谁？是弥赛。所以每一个人个性不一样啊。那以后有机会我们也要来介绍这个安德烈，好，他是一个怎么样个性的？但是今天我们聚焦在腓利，腓利是一个精算师，他是一个看现实的啊。那他怎么样被神开展？去经验那个怎样？不是他算得出来的。因为神要成就的是怎样，是很大的事情。另外一个地方，我们也看到腓利跟其他的人都不太一样的地方。我们看到安德烈他怎么做，他很实际。腓利这事业一来，跟他也要说：“哎呦，我倒听啦，不够。”可是安德烈却是怎样？他是一个行动派的。我只是现在先有一个
跟你们让你们看一下人不一样的地方。这安迪俄列确实带着这个孩子，他是行动派，所以神会开展我们，不管你是行动派，或者是你像腓力一样怎样非常费力的算现实的，但神会来开展。怎么样开展？最后我们会看到一个不起眼的大机会。从哪里知道？你感受到主爱你只有感受到主爱，感受到我很满足的时候，你对什么事情你觉得这么辛苦，我都觉得这么满足。传道觉得每一次夏令营的时候，我都很感动。我们的同工都非常辛苦都变那个挂名然后传道都跟他们讲说，熄灯不可以太晚，太晚了那个长不高，跟传道一样矮。但是他们都会偷偷的在棉被里面又做，他们很辛苦，但是他们感受到被神爱，就被满足。你如果觉得上次传道有讲把关小组，如果你做任何一件事情，你觉得很起劲，感觉不会很痛苦，明明很辛苦，你感受到神很爱你，你就回应神，你就很满足的。对，这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，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，我们就做就对，就是回应神就对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不起眼大机会有几个特征。第一个，你感受到遇见主。我不会这样做，话叫我行我就行，叫我去教我就去，怎么会这样？脚不是我的，我怎么会就坐在这里？这就是。第二个是怎样？试验来，你觉得人生很苦，试炼来，你就跟，这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。第三个是什么？第三个就是服侍来，又叫我服侍去打扫啊，又叫我去搬东西，祝福就来喽。这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。还有怎样？你感受到被神深深的爱，就是不起眼的大机会。我们有一个大机会，传道要先简短的说他的故事。他只有因为最近有人会考过以后心里很难过，觉得高职好像很不值得。不，高职哪里不值得？传道也是高职毕业的，你们知道吗？传道还是补校。什么叫高职补校？是没有毕业证书的，以后再讲，不是要讲这个事。我的这个好朋友，他就是高职毕业，他是裕达。裕达能出什么？屁股吗？能出什么好东西？能，怎么不能？他高中毕业，他去那个贸易公司工作几年以后，他觉得很无聊，他觉得心里怎样，就感觉神就是很呼召他什么，在青少年里面服侍。一个高职毕业怎么辅导大学生啊？但他就很爱，怎么办？他就觉得主很爱他，于是他去读空大。空大什么？他就觉得他当辅导应该要读什么有关心理学方面，对不对？他就好吧，那空大要读几年？啊？7年。哎呀，内行的，我知道你不是空大毕业的哈。空大要读7年他就一边读7年，好，那他读有关心理方面，还用空大的学历去考什么？他去考心理智商研究所，有没有考上？5比2余，不起眼的大机会。裕达高职毕业而已，在贸易公司工作而已，不断的努力，空大毕业而已。他去读了心理智商师，出来就说不好啦，你毕业论文写不完好，真的啦，他2年绝对写不完嘛。他又一边工作，3年写得完吗？当然写不完了。最后有没有毕业？有啦，而且怎样？有没有考上心理咨商师？当然不是当年嘛，人生很长嘛，不要急嘛。他感受到主爱他，服侍他，回应神。他感觉他每次在跟人家帮助人家，他心里就觉得遇见神。他每次觉得他人生低谷的时候，人家笑他裕达有什么好东西？有试验来，他就觉得他每一次觉得考不好，读了好多年都读不毕业，他还是抓住，先让他成为心理咨商师，帮助很多人，因为他经历很多的挫折。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请他来，期待吗？好不好？传道最喜欢那个
不起眼的人，后来神怎么样子用他？好，愿我们这一次暑假，我们有机会都来怎样被神来更新。最后，腓利成长到怎样？他被神扩展到他自己不知道，说主啊，把父显示给我们，我们就满足啊。老样子又来了，老我又来了。耶稣回答说：腓利，我和你们在一起这么久，你还不认识我吗？谁看见我，就是看见父亲。为什么你还说把父亲显给我们看呢？腓利有些非常费力啊，他一定要看见啊，他就是这样。但是，亲爱的，不要灰心，真的，这是耶稣鼓励他。我在父亲的生命里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，你不信吗？这个很严的被耶稣讲但是你若被耶稣讲，没关系。传道等一下要讲腓利最后怎么样我对你们说这话不是出于我自己，耶稣说，而是我生命中的父亲自主他的工作。你们要信我，我在父亲的生命里，父亲在我的生命里。如果不信这话，也要因我的工作而信我。这是耶稣。我郑重告诉你们，信我的人也会做我做的大事，甚至更大的事哦。因为怎样，我到父那，神怎样已经为我们死在父里。重点今天那个例子有没有？就是因为这句什么？我们一起来读，请。我的名，无论求什么，我一定成全，为要使父亲的荣耀借着儿子显现出来。你们奉我的名，不论向我求什么，我一定成全，好不好？我们抓住我们生命中不起眼的机会，这机会从祷告当中，从这几个特征当中，神他要留下平安给我们，像腓利一样，他最后从教会的历史，我们发现他为主殉道，勇敢的殉道，而且他把福音传开了，这是神用的。如果你生命起起伏伏，真的不用怕，神怎样并与你同在。我们会常常经历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。好，有一个哲学家他说，神迹并不是违反自然律，所以拜托请不要跟我讲我没看书就要去考试，不要这样子，你绝对共估。神迹是什么？加入一种新的能力，好不好？加入一种新的能力。你原来我觉得我好像没有，不是，神要扩展，要拉你，那未知的你，那个你自己不知道，别人都知道。透过什么？透过我们今天讲的是遇见神。透过什么？实验。透过什么？服侍。透过什么？你感觉神爱。亲爱的，你费力了吗？不是非常费力哦，要非常什么？有说服力，是来自跟神的连接。我们一起来祷告，主，我们感谢。